大家早上好，我是克契拉佛教中心的谢小静讲法师，是尊贵的赞都古仁波切的弟子。那在这里呢，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接近30集的关于仁波切的生平专辑《承诺》这本书。现在已经到了分享到今天呢，我们已经到了第5章，而且是接近尾声了。那从今天开始呢，会跟大家分享寺院的就是众人眼中的仁波切。那在这个环节呢，我基本上会主要就是根据大家就是当事人的一种他们的直接的一个话语，就是他们自己本身的他们的原来的一种话来直接把内容念出来。好的，那这一个呢是众人眼中的仁波切。9多年来，仁波切的学生们有幸拜见和访问了好一些曾经出现在仁波切人生各阶段的大德、老圣人和朋友。这些访谈让我们有机会得以透过仁波切的前辈和同修们的视野，一窥仁波切早年的生活和贡献，进一步了解远在仁波切创建国际知名佛教组织、向全球弘法之前的种种事迹。他们的话启发和提醒我们，自己是何其幸运，竟能如此亲近一位活菩萨。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就很多时候嘛，我们虽然说我们都听过了仁波切的一些事情，或者一些听仁波切亲自讲述过他自己的生平，但其实很多时候呢，人都会想说从他身边的朋友啦、老朋友啦、过去的童年的伙伴啊，或者以前的上司啦等的口中听到，就是听到一个侧写。那对有些人来讲，这是更有趣，或者是更生动，或者是甚至是更有说服力的。那而且我们可以从就是每一位就是仁波切身边的每一位朋友或者是上司的口中呢，可以看到就是是不是大家眼中的他都是一样的。那现在从开始呢，就跟大家逐渐的分享这里这本书里记载的倒是蛮多位的。那这些都是仁波切的弟子们的这些年来到处去有机会的时候到处去采访啊，就是去问起这些仁波切过去的亲人或者是朋友或者上司们他们对仁波切的印象。那首先呢，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位，这个我们之前已经提过好几次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这是至尊第101任甘丹赤巴杰逊龙日南杰仁波切，他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法座持有者。那这位第101任甘丹赤巴龙日南杰仁波切呢，他根据他的话就是说，赞都古仁波切很年轻，不但对追寻佛法怀有巨大的勇气，还拥有大慈悲和奉行佛法的心。我相信他的教诲将会给这个世界带来巨大的好处。赞都古仁波切不仅给予寺院很大的帮助，还透过传授佛法协助了许多人。弘法助人是十分重要的，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也感谢赞都古仁波切的教诲和他给予的一切帮助。我年纪大了，很容易感到疲倦，但像赞都古仁波切这样的年轻上师，我认为他们能够将传承延续下去。那这一段话呢，这2段话呢，就是我们的至尊第101任甘丹赤巴杰逊龙日南杰仁波切针对我们赞都古仁波切的一个看法。那在接下来呢，这一位呢，这个是就甘丹萨济寺的前住持，尊贵的堪苏甘竹泽令仁波切。那他对仁波切的看法是怎么样呢？在这里也给大家念一念。赞都古仁波切曾经跟宋仁波切和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同住，并在他们座下学习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在这些大师座下学习，
让赞都格仁波切也培养出跟他们同等的特质和学识。佛法老师们必须根据人们的心识水平来调整本身的教学方式。过去在西藏，我们使用另一种教学方式，然而由于现代人很容易觉得无聊，所以教学时间就相对较短。人心一直在改变，我们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赞都格仁波切所采取的教学方式是正确的。赞都格仁波切初到马来西亚时，人地生疏，但他依然到处见人和弘法。赞都格仁波切投入许多心血来协助康村筹建立新僧舍，造福了许多人。我曾听说赞都格仁波切也协助藏族和印度村民，每一位僧人都见证过赞都格仁波切的付出。重点是，赞都格仁波切都在帮助贫困人士和那些有需要的人。我在赞都格仁波切身上清楚看到这些。他最出众的特质是他总想着如何帮助他人，而不是自己，这是最重要的，时时刻刻为他人着想。刚才这一段呢，这是尊贵的堪苏甘竹哲令仁波切甘丹寺前住持对仁波切的看法。那这位甘丹就是这位尊贵的堪苏甘竹哲令仁波切呢，他其实当年仁波切在甘丹萨基寺的时候，他也在同一个寺院内，所以他是亲自有接触过仁波切。那当然也听了不少关于仁波切的一些事迹。那他常常听说呢，仁波切会帮助当地的就是藏族啊和印度村民了。他也听说，他也知道，就是说赞都格仁波切对就是他布康康村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那这些上师们呢，就是都主要的，其实他们发现他们称赞的点就是赞都格仁波切是一个时时刻刻为他人着想的一位上师。而且还说了另一个东西，就是他的教学方式，那就针对他的具有仁波切特色的教学方式，就是说他总是能够用一个适合现代人的一个配合现代人的需要和配合现代人的心识水平的一种教学方式来弘法。那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说不管就以我们普通人吧，我们其实虽然说菩提道次第就是在佛法里，我们有说，只要上师是真心想弘法，只要他是一个纯正的上师，那其实我们对法我们都一律都是尊重的。但是其实现代人很多就可能就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对自己没有这样子的要求。那我们对上师都最初的时候对佛法认识不深的时候，我们对上师都是有选择的。那觉得如果这位上师讲话的方式跟我们其实是不太适合我们的胃口，或者我们听起来觉得没有办法有一些产生共鸣的话，那很多人呢就会一开始就没有办法就对佛法产生兴趣。所以上师的善巧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赞都格仁波切呢，在这一点是充分的发挥，跟现代人贴近，而且是贯穿东西方的一种文化的一种情况。那个当然是跟他自己本身的背景有关。虽然是赞都格仁波切他所吸引的弟子呢，其实是东西方都就是因为他了解东西方的文化，所以他所吸引的弟子呢是来自东方啊西方啊都有。那这其实这显示出了这是一个善巧。那接下去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呢也是一个甘丹萨基寺的前住持对仁波切的看法。那这位给大家看照片，那这些照片其实的像素的比较低，所以蒙了一些。这是甘丹萨基寺前住持尊贵的堪苏大拔丹真仁波切所说的。赞都格仁波切在1987年加入寺院，我无法清楚记得每一个细节，但我知道仁波切常专注于大量的密续修持、禅修和法会等。仁波切原想继续留在寺院，专注于个人佛法修持，但在慈悲天性的驱使下，他愿意放弃个人的意愿，离开寺院去协助他人和造福更多众生。
我个人认为，詹杜仁波切为了他人所做出的善行，既无私又深具启发性。我担任布康康村的深社执事的时候，詹杜古仁波切不遗余力的筹款，才让扩建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建设期间，他也时常到工地亲自监督建筑工作。仁波切想参与扩建工作中的每一个过程，尽管他无需那么做。詹杜古仁波切给予康村和寺院的关怀，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水平。詹杜古仁波切的教学方式十分出色，我曾阅读过他的书籍，内容都很好。那是因为他曾在精通显密教法的伟大上师座下学习，而他的教法也都达到了他们的水平。仁波切的教法十分特殊，因为他多事都在弘法，他的根本上师也极具经验，所以他的教法是非比寻常的。在他弘法时，人们都会聆听，而且收获是极为丰富的。詹杜古仁波切向来最注重的就是佛法，他目前在马来西亚教授和弘扬佛法，尤其着重于传授宗喀巴大师的教诲，给当地人带来极大的裨益。我对此深表感激，寺院和我对此都无以为报，唯有日日随喜。祈愿詹杜古仁波切法业增长，愿仁波切的弟子们能够继续造福更多人。那这上面的这段话呢，就是甘丹萨济寺前住持尊贵的堪苏达巴丹真仁波切对仁波切的一个评价。那所以大家其实就会发现这些就是大师或僧人们他们对仁波切的评价其实都是相当一致，就跟我们之前所怎么说呢所了解过的针对仁波切的一些过去的历史啦，其实是相吻合的。那跟他从小的个性呢也是相吻合的，他总是很乐于助人呢，他在学习佛法上，在实修佛法上是全心全意的。而且在寺院的时候呢，他对自己的身社啊，对布康康村的一个帮助是十分巨大，而且仁波切做任何事情都是全力以赴，就是他虽然只需要负责筹款，但是就是仁波切做事情总是有始有终。那他除了筹款之外呢，他也希望参与整个康村的一个建造的一个过程，所以他常常都会亲自到工地去监督建筑的工作，希望把一切做得最完善、最好。那其实这里显示的其实是什么？这里显示的是一种真正的一种关心，而不是我把事情做完了就把它丢一边去。如果只把自己的部分做完了就什么不理的话，其实那是一般的我们就是有时候是打工的一种心态，就把自己的部分完成了，也就好像是我已经不拖欠或者不亏欠任何人了。但如果说你真心的是关心每一件事情的话，那你一定是会亲力亲为的确保它能够达到真正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目的。那其实这一点教诲呢，是我本身也是深深感受到的。那就有仁波切呢，总会希望他有时候就会问起身边的弟子啊，他想要确保的，他想训练的，其实是弟子能够了解身边的每一个人，那或者是不同的部门，或者是就是同一个团体里不同部门之间的一些互动啦，进展啦、状况啦，其实包括就是在佛教中心里所发生的一切啦，他希望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关心的话，那其实事无巨细，其实我们都应该是了然于胸的。那这是仁波切对自己本身，他自己本身当然是这么做，那他也在训练弟子们对自己有这样子的要求，因为这里才显示，这才是佛法事业、佛法工作跟一般世俗的工作所不一样的地方。那世俗的工作我们常常把自己的部分做了，那就算了，那基本上也没有人会责怪你，也就怎么说呢，也不见得是失责的。但是如果要培养真正的慈悲和关怀的话，那情况那就不是这样子。比如说你要帮助一个人的，肯定是，比如说是一个医生嘛，那医生要帮助一个病人，
那肯定不是那病人前往诊所看他的时候，他给了药就算了。那如果你真的是关心一个病人的话，那肯定那必然还有一个会最后来的随访，比如说打个电话啦，去了解这个病人是不是完全康复了。所以这仁波切做事情的态度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会完全的就会跟进，一直到确保一切都已经是全然的解决为止。那这个是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是甘丹萨吉斯的前住持之一，尊贵的堪苏达巴丹真仁波切对仁波切的一个分享。那接下来这位是仁波切的上师之一，大家应该都很熟悉。这个是尊贵的迦叶刚坚仁波切。那我们都知道，尊贵的迦叶刚坚仁波切呢，跟仁波切之间是有相当多的互动的，他们之间的相遇呢，也是相当神奇的。而且刚坚仁波切是可以说是对仁波切整个的弘法生涯，他的方式上给了相当多的一个意见提点的一位上师。那之所以会有这本承诺呢，其实也跟这位尊贵的迦叶刚坚仁波切是很有关系的。其实因为他认为仁波切他提醒或者是他建议仁波切应该把自己的生平写下来，好让这个传记呢能够去启发更多人。那原本仁波切为人低调嘛，但是因为上师就是很有深意的给予这样子的一个建议呢，仁波切就去实践了，所以才有了这本承诺。那现在我为大家念一段尊贵的甘坚仁波切对仁波切的一些看法。赞度格仁波切是一个优越和转世，是一位优越的转世高僧和一位好上师。他拥有丰富的佛教哲学和佛经知识，与此同时，他对当代写作、阅读和现代人的做事方式也有良好的掌握。因此，我并不需要给他太多指导。赞度格仁波切经常实践4种布施：财施、法施、无畏施和慈爱施，这是他的天性。此外，仁波切也具备了一位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和金刚乘佛教上师和精神导师的一切特质。仁波切的许多前世都在寺院里进行了大量的闭关。如果他今生依然留在寺院，而不善用他的经验来造福他人，那又有什么意义？那是上座部佛教寻求自我解脱的方式，但仁波切并不需要这些，因为他已经是一位转世高僧。仁波切过去在西藏的多任前世曾编著了许多书，但有机会接触这些著作的，基本上只是区区少数的西藏寺院群体。反观在今世，仁波切的教诲已经散播全球，所以他今生的事业无疑是比前世来得更成功的。仁波切今生事业比前世更为重要的其中一点，就是他从一开始就必须付出许多努力。仁波切年轻时所经历的磨难，已成为他利惠他人的一种独特方式。他的艰苦经历触碰了人们的心，鼓励人们更加努力。一位藏族高僧，生于台湾，迁居美国，再成为美国公民等。藏族高僧在西藏之外转世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若分别拿在寺内和寺外成长的高僧来做比较，我们会发现寺外成长的高僧往往享有更成功的佛法事业，其教法也流传得更广。赞度格仁波切的事业正在蓬勃发展，我相信他的教学方式不仅有助于弘扬佛法，也能给普罗大众带来巨大的好处。仁波切早期前往马来西亚为布康康村筹款，让他与马来西亚结下善缘，为今日的开花结果奠下基础。如今，仁波切不仅能够协助寺院，也能透过他在马来西亚的事业帮助许多人，这是很好的。我为此深感随喜。我请求赞度格仁波切出版个人传记的最主要原因，首先是因为他从过去到现在都在经营着了不起的事业。
今日的人类都在找寻一些良好、正面和有裨益的资讯，所以他们才积极阅读许多书籍。他们时常感到痛苦，想要获得快乐，因此总在寻找一些对他们有益的事物。最重要的是，这个世界欠缺良好的事业和行为，因此让人们知道仁波切从过去到现在的种种事迹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呢，这个刚才念的这个很多相当长的一个内容呢，是尊贵的仁波切的上师之一尊贵的迦叶刚坚仁波切对仁波切的一个评价。那从一开始，他已经完全的认同了仁波切的他的能力，比如说对仁波切的写作能力啦，他的阅读能力啦，跟现代人的互动呢，他对仁波切是很有信心，所以他说作为一个上师，他不需要给仁波切太多的指导，而且他也指出了仁波切个性里的一个很慷慨的一种天性，就是说仁波切常常实践4种布施，就是财施、法施、无畏施、慈爱施。所以而且他说他也具备了三乘佛教上师的一切特质。那他这里重点讲到的是，他说仁波切在过去许多世都已经进行了很多的一个闭关啊，就是修行之类的。他觉得这一世呢，其实就不需要再继续专注在这样子的一个怎么说这样子的个人修行上，而是好好的去善用自己本身的一个特长来弘法的时候。所以他说这样子在透过弘法呢，他其实做的事业其实是能够造福更多人的。所以这位就是刚健仁波切呢，是十分鼓励仁波切以这种现代化的，就是以一个往外扩展的方式来弘法，来造福社会。所以他所建议的方式也都是很向外，就是向外的。那在这里要说一下，因为在刚健仁波切本身他也是一个，他长期就是居住在意大利，居住本身有自己的佛教中心，那他本身就是弘法的方式也是特别活泼、特别另类的，所以他非常了解就是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仁波切呢，早期是比较拘谨，用一种比较传统的方式来弘法。那今天仁波切之所以能够用一个很活泼生动的一个很怎么说呢，很贴合现代人的一种方式来弘法呢，那主要也是归功于这位刚健仁波切给予的一个指导。那介绍完这个尊贵的迦叶刚坚仁波切的对仁波切的一个看法呢，接下去我们再给大家再分享另外一位，那是夏甘丹寺前住持的对仁波切的一个评价。那这位之前大家也都看过了，这位是夏甘丹寺前住持尊贵的堪苏仁波切洛桑潘德。那这位尊贵的堪苏仁波切洛桑潘德呢，他说的话是这样的，他说：若我们看看赞都古仁波切的转世传承，他共有25个非凡的神圣转世。即便我们只专注在仁波切今世的事业，我们也看到他就如同宗喀巴大师的一桩星子。举个例子，我在夏甘丹寺传授了许多灌顶和教诲，这最初都是由于赞都古仁波切的鼓励。仁波切请求我传授密集金刚和如意摩尼度母灌顶，一切都由赞都古仁波切赞助。从那时起，我继续在夏甘丹寺传授许多佛法。然而，这一切都始于赞都古仁波切要求我那么做。赞都古仁波切竭尽所能，细心侍候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正因如此，堪苏仁波切的糖尿病病情才得到良好的控制。我曾听说，也亲眼见过堪苏仁波切的身体处于健康状态。自赞都古仁波切服侍他之后，堪苏仁波切的糖尿病有了改善。我们都亲眼目睹这件事。赞都古仁波切用心侍候自己的上师，也教导别人这么做。他这么做，因为这就是他的修持。
而他世事的精神远比他人都来得崇高，他拥有许多特殊的品德。真度仁波切在佛法衰败的地方振兴佛法，这样的佛法工作极为殊胜，也意义非凡。这是具高正量者的事业，也是转世高僧们利会众生的行为。由此可见，真度仁波切之所以前来此地，他的法愿和事业之所以能够实现，皆是他亲近世师加上修持多劫雄等法门的成果。透过既往众多善业所累积的功德，真度仁波切做了许多善行，我为此随喜。那以上这一段的话呢，就是这位尊贵的堪树仁波切洛桑潘德的话。那在这里呢，这位尊贵的堪树仁波切洛桑潘德，他高度的就赞扬了就是仁波切的一个世师精神，就是其实曾经跟仁波切在同一个寺院生活过的，或者甚至不是生活过的，只要在同一个时期曾经在寺院待过的僧人，他们对仁波切的一个就是事后尊贵的堪苏强巴也是仁波切的一些事迹呢，大家都是有听闻过的，所以这件事情在当时在寺院是非常非常出名的。堪苏仁波切罗桑潘德在对这件事情呢，就他特别谈到了这件事情。那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在藏传佛教里，依止上师和真正尊敬的谦敬的世师，其实是能够让我们累积许多功德，那也显示了我们个人的一个品质的。那如果说因为上师是我们一切成就的一个根本，那他在这么说的时候，其实他已经给予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赞赏。如果我们一般上，如果说我们就阅读一些过去的大师们的，尤其是西藏佛教嘛，他们大师们的传记呢，那大概可以看到一个情况，只要这个弟子呢，他对上师是十分尊敬的，他对上师是有着十分的一个依止性的，那我们基本上都可以预测到，就或者可以看到他后来的事业是非常非常就是巨大的，或者是能够造福很多人的。那我这个堪树仁波切罗桑潘德所要讲的，就是针对这一点来说，而且他也非常就是非常认同或者赞扬仁波切在就是他认为在佛法比较不那么兴盛的地方弘法，他讲这是意义非常重大的，而且是一个具高正量者的一个事业。那这样子的一个事迹呢，其实也让我想到了仁波切生生世世，他的前世，尤其是最近的这个前世，就是他的前世，堪树图德南山仁波切，他一样也是在上师的一个指示下，远到就帕里这样子的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弘法，直到他本身他圆寂为止。那这种也显示了一种慈悲的一个精神。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因为其实这里接下去还有很多位，我们刚才介绍了1位、2位、3位、4位、5位，我们介绍了5位就是高僧们或者是寺院的一些上师们对仁波切的一些评价。好，那时间差不多，我会分好几次跟大家分享这些僧人或者仁波切身边的朋友们对他的一些评价。那分享完这些他们的评价之后呢，那接下去是我们分享图片的时候，那这就是关于在这之后呢，就是我们对就是有关承诺这本书的一个分享呢，就已经快到一段，就已经快结束了。今天分享的是290页，这整本书呢，包括后面的图册呢，是有300多页。那估计我们可能再做个4期或者5期吧，就会结束了这个分享。谢谢大家的收看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在结束之前呢，我们来做一个回向。
如宝珍贵菩提心，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尊善慧名称师，所设佛法心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现安置师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仔细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依止相属二次义，祈愿善慧名称佛，教法永驻圣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恳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善慧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醒恒常住。好的，那我们下一次再见，谢谢大家。